歡迎各位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呢一集啦係嚟自天空新聞嘅報道，咁啊講述啦一名啦係 NHS 啦做嘢嘅護士柏奇啦，佢就投訴啦，就唔想同跨性別醫生啦阿普頓醫生啦共用女更衣室之後啦，就被停職同埋接受調查噶。咁佢其後啦就向勞資審裁啦就入禀啦控告 NHS 啦，指控佢哋咧騷擾、歧視啦同埋等等嘅多項不當嘅對待啦。咁個結果就出咗嚟啦，騷擾一項咧就成立，但係其他指控啦，包括歧視啦同埋打擊報復等等啦，就全部被駁回噶。而針對咧阿普頓醫生嘅所有指控咧，亦都唔成立。審裁處咧就認為啦，醫院冇及時啦阻止兩個人啦喺更衣室入邊碰面啦，而調查過程要拖得太耐，仲引用啦唔相關嘅病人護理指控，呢啲咧都係屬於啦對柏奇護士嘅騷擾嘅。咁案件稍後咧會再開庭決定賠償，而柏奇護士咧就表示咧對判決咧就鬆一口氣，但亦都指啦呢2年對佢同埋屋企人嚟講咧就非常之痛苦嘅。詳細嘅新聞內容。喺2023年嘅平安夜啦，咁一位喺 NHS 蘇格蘭啦做嘢嘅護士咧叫柏奇啦，佢就咧喺維多利亞醫院值班嘅時候啦，同一位跨性別嘅醫生發生衝突嘅。咁呢位醫生咧叫做艾普頓醫生啦，佢係一個出世時咧指定性別係男性，但係咧佢認為自己係女性嘅跨性別醫生。今次呢件所謂衝突事件啊，其實就係柏奇啦投訴啊呢一位嘅艾普頓醫生啦，就話啦佢咧唔應該咧就同佢一齊用呢個女性更衣室，咁啊投訴啦就向醫院嗰邊投訴啦，咁結果咧調翻轉啦喺呢件事之後啦，呢位醫生啦就向醫院做反投訴啊，就指啊柏奇咧係凌霸同埋騷擾。咁亦都提出啦病人護理嘅擔憂啦，咁醫院咧最後咧就將柏奇停職，安排放特別假噶。咁做咗 NHS 30年嘅柏奇咧，就向 NHS 啦同埋艾普頓醫生咧提出申訴啦，就喺嗰個當地嘅勞資審裁處嗰度啦，就告佢哋啦，話佢哋咧性騷擾啦，騷擾佢啦。間接歧視啦，同埋打擊報復等等嘅。咁案件咧就喺勞資審裁處度進行啦。最後咧星期一啦，即係尋日啦，佢嗰個書面裁決咧就指出啦，柏奇對 NHS 嘅騷擾申訴咧就係成立嘅，但係有關歧視啦、間接歧視同埋打擊報復等等咧就被駁回。而針對啦艾普頓醫生本人嘅指控咧，亦都唔成立噶。咁裁決提到啦，醫院啦喺柏奇投訴之後啦，就冇及時撤銷啦艾普頓醫生咧獲准啦使用女更衣室呢個暫時性嘅安排，就令到咧兩人啦其後有2次一齊喺更衣室嘅入邊出現嘅情況啦。咁審裁處都認為咧，醫院嘅調查對柏奇指控啊嘅呢個事件啊呢個調查過程啦，亦都拖得太耐噶。咁啊，仲有啦，喺2024年3月28號啦，佢引用啊與病人護理有關嘅指控啦，同埋叫佢咧就唔好同任何人講呢件事啦，咁就對柏奇咧都造成騷擾噶。柏奇受訪嘅時候咧就指出啦，過去2年啦，對佢同埋屋企人嚟講啦，都係非常之煎熬啦。咁佢就話啦，會再詳細咧去讀一讀份判詞，再同法律團隊商量之後咧，作出更加詳細嘅回應噶。咁啊，而家啦就只係想同屋企人咧靜靜地咁過翻幾日。咁稍後啦會再有一場啦關於呢一個嘅如何補償啊或者賠償嘅聆訊啦，到時候咧柏奇係有可能獲得金錢賠償噶。咁至於 NHS 方面咧就回應咧就話啦，成個程序咧都係複雜而且係漫長噶。佢哋就強調啊，今次嘅案件啦，其實就係得4項啦，涉及騷擾嘅部分咧係成立。佢話例如咧其他嘅對醫療局嘅即係 NHS 嗰個嘅申訴啦，係被駁回啦。而針對啦艾普頓醫生呢位跨性別醫生嘅指控咧，亦都係駁回咗啦。咁佢哋就話啦，佢哋都會去用啲時間去詳細研究下個判詞啦。咁亦都強調啦，佢哋都希望為員工啦同埋病人提供個支持同埋包容嘅環境㗎。